台北内湖三军总病院昨暗有一个72岁病患，因为心梗塌入去加护病房，伊想要落病床，或者医护人员苦劝，想袂到伊却出手攻击3位护理师，这家属赶到现场随办出院离开。目前这吊伤护理师要甲告，警方也依照涉嫌违反医疗法、伤害毁损等罪，甲这个老大人上班。就有时候闭着眼睛都会想到看到病人就是拿遥控器要打向我的时候，受去当时和被人攻击的情况有关，心惊胆吓。6月7日暗时，一位72岁老先生因为心血管塌着带入加护病房，因为想要挽掉身上的医疗公路，和护理师阻止，竟然用手甲电视遥控器攻击，有3名查某护理师几个所在受伤，其中一个人目镜害去。也毋过，互因更较艰苦的是事后病人甲家属的态度。家属完全没有当下没有任何的歉意就算了，他隔天还有打来我们的单位，就是要跟我们致歉，但他就是说他爸爸可能睡觉进 ICU 的事情，还有攻击我们的事情，全部都忘记。我希望家属是可以知道说他爸爸这样是错的。受伤的护理师当下是直接前往急诊就医，而据了解呢，病患家属抵达现场之后，不仅没有致歉，而是办理自动离院，也让3名护理师决定提告，将通知劳工到案说明，并依医疗法伤害及危险罪嫌，移送台湾士林检察署侦办。受伤的3名护理警官由原的休假静养，院方透过声明认为此案毋但归开医师警官，也同款归开其他病人的就医权益，搁指出表达医疗暴力零容忍。真的被法院就是判刑的时候，其实通常都只有3个月，而且它是可以预科罚金的。在美国，相对他们对于护理人员的保障是很足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发生有威胁恐吓要打护理人员，他们就拒绝这个病患或者是这个家属再进入医院。面对台湾护理人力食力，医护界也呼吁，无应该只看护病比数字，除了解决无正常排班、甲伤长的工时，也毋忙上根本的薪水待遇会当改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